我哋學校喺討論緊學生嘅表現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覺得學生依家嘅專注力啦，同埋佢哋嘅語文基礎都係較為薄弱嘅。咁於是我哋學校就想開設一個校本嘅書法課程，喺網站搜尋啊，同埋規劃我哋嘅校本課程當中咧，就偶遇咗進念20媒體呢一個機構啦，同埋書法換家學嘅網站嘅。呢一個網站咧，內容係非常之豐富嘅，佢嘅動畫好生動啦，能夠好具體咁樣話咗俾學生知書法嘅技巧啊。咁另外我都好中意佢就係好有系統嘅，由出發開始介紹一啲書法嘅工具，跟住就係去到書法嘅筆畫啦，或者一啲文字嘅結構。咁我最中意嘅咧就係最尾佢有一個書法正念啊。咁我哋都係注重學生嘅身心靈健康，因為係好配應到我哋校本課程嘅特色。寓學於樂呢一個網站就提供咗一個有趣生動嘅方式，令到佢哋都愛上咗書法，愛上咗呢個中華文化咯。我希望2.0之後咧會繼續推出到3.0、4.0，我都希望更加多嘅受惠者咧能夠有一個好似種子嘅栽培咗喺度啦，咁令到佢哋認識更加多關於書法同埋中華文化嘅知識嘅。